这个呢是采自在的奶油话梅啊，这个包装呢是精品的奶油话梅，口感更好一点。然后呢是独立的包装，一颗一小袋，然后吃起来比较方便，但是呢它的颗粒很大啊，口感非常好，我极力推荐的啊。这款话梅你们买了一定不会后悔，而且是一定会重复回购的一款奶油话梅，不管是你送人还是自己吃啊，放在办公室里面都很方便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我常年代购的苏州正宗的杨梅干，很好吃的。那么这个季节我们买了放冰箱里冷藏都是可以的，不管送人啊都可以啊。然后这个口感很好的啊，这个是一直在回购的。然后这个是万福兴的猪油玫瑰年糕，这个高糖我春节的时候也带疯了啊，很好吃的。这个是老粉，他吃完了，现在又让我帮了带了2块。这个呢是万福兴的青团子啊，青团子已经上市了，我今天刚好看到，那么我就先买2个回来尝一下，它今年这里面的豆沙馅呢做的怎么样啊？然后好吃的话嘛，过2天我再去拍一期专享的视频给大家。然后这里面呢是麦汉的包子，我这里面带了几十个。麦汉的包子呢，我之前视频有分享，他家的包子真的很好吃的。推荐的是白皮净素，这个是白皮净素的，你看这里面的汁水，说明它里面馅料很足，皮很薄啊。然后有肉包，还有推荐他家的猪油玫瑰包，如果没有吃过那个玫瑰包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，稍微有点甜。还有猪油豆沙的也很好吃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杜莎珍的卤菜，这里面是有1斤须鱼，还有半只酱鸭啊，都是有发票的。今天是当天买当天发，我马上就要发走了。因为今天下雨，所以我也没有跑那么多，就是带了几份先给它发掉。那么喜欢苏州正宗特色美食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关注。